歡迎收睇午間總結。氣債危機惡化，加上 A 股跌勢未止，半日再跌超過3%，拖累港股今早低開103點之後，跌幅不斷擴大，半日跌超過700點，失守26,000點嘅水平。恒指中午收報25,949點，跌714點，以半日最低位收市。國指中午收報12,617點，跌470點，半日成交額857億。重磅藍籌股係下跌㗎。匯豐跌接近2%，中移動跌超過1%，科網股下挫，其中騰訊就跌超過4%。人行雖然減息兼且降準，不過中資金融股今早隨大市向下，建行、工行、中行分別跌超過2%至3%，農行跌超過1%。另外國壽同埋平保分別跌超過2%至4%。A 股下挫，加上滬深兩市嘅融資餘額繼續減少，券商股係下跌㗎。海通證券跌超過6%，中國銀河跌超過7%，廣發證券、中信證券跌超過5%，華泰證券跌超過3%。至於本身弱勢嘅濠賭股，跌幅就更加明顯啦，並且齊齊破底。永利跌超過7%，新濠博亞娛樂今日係除牌前最後交易日，股價亦都跌超過7%。另外金沙、銀娛、澳博、美高梅分別跌超過3%至5%。焦點股方面美力時主席日前增持股份，股價今早逆市升1成7，破頂高見過3個8毫半。金山能源宣布配股同埋供股，淨籌最多接近5億，股價復牌之後升1成8。浩派大股通以日價售股，股價破頂高見過3個2毫8之後倒跌1成。聯想控股今日首日掛牌，中午收報42個9毫半，略略低於招股價42個9毫8。成交活躍股份方面A 股 ETF 係下跌㗎，南方 A50、安石 A50分別跌超過4%同埋0.5%。收市之後將會有3分鐘視頻，再見。